Hello，大家好，我係陸仔啊。咁今日帶大家嚟睇下呢個安秀園嘅新員工單位。呢個單位係一個簡約現代嘅風格為主，加上少量嘅金色元素去幫佢哋帶翻出一啲輕奢風嘅感覺，保持到原本嘅嗰種舒服啊簡約之餘嘅，亦都令整個格局可以更加提升到啦。喺成個規劃上面我都係盡量拉大啲嗰個廳個空間，咁可以提升翻嗰個採光度之餘亦都可以俾佢哋有一個好寬敞同埋舒適嘅位置，俾屋主夫妻同兩個小朋友啦去享受翻佢哋嘅親子時間。咁個年輕同事佢都係00後啦，啱啱加入咗我哋嘅團隊啦。喺設計方面我都希望00後嘅同事係可以俾到一啲最新嘅一啲concept 啦，一啲刺激到啲新嘅元素，可以俾到大家客戶，令到你哋可以喺你哋屋企嘅空間上面可以享受到。後面啦，你哋都可以去留意下我哋嘅片啦，將會有一啲可能佢自己一手包辦做主設計嘅單位，咁希望你哋可以多啲關注下。你會見到我都用咗一個慣常嘅手法去設計間房嘅牆同時亦都係電視機牆，而房門都係用咗趟門嘅設計，可以令到成個空間睇落去更加闊落啦，同埋平衡。咁小朋友房入邊都係用翻個淺色調，喺佢哋休息嘅空間入邊營造翻一種安心舒適嘅感覺。而另一個小朋友房，基本上我都係用嘅設計都係一模一樣，都分別喺床頭啦、櫃底啦、書台啦，同埋一啲書櫃啦，都加上咗一啲氛圍燈，依照佢哋嘅使用嘅時間啦，或者喜好啦，去轉換翻佢哋房間裏邊嘅燈光唔同嘅效果。而家講到主人房啦，分享少少嘢俾你聽下。屋主其實揾個玄學家睇過嘅喎。咁所以依間屋嘅顏色係好旺佢哋嘅。言歸正傳啦，講翻入邊主人房嘅嘢先啦，就會有少少唔同嘅。我哋就用咗一隻淺灰色為主，喺衣櫃同埋房門細節位就加咗少少金色去做翻點綴，成個感覺會比起大廳顯得更加型格，但亦都係保留翻嗰種舒服嘅感覺。廚房就以一個簡約為主啦，咁用咗白色嘅櫥櫃同埋台面啦。廚房房門就用咗一個磨砂嘅玻璃，帶出翻一種柔和嘅感覺啦，同埋簡約嘅美感。